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9月12，诗篇147篇12到13节安尼讲：耶路撒冷啊，着称赞上主；锡安啊，着颂赞你的上帝，因为伊坚固你城门的门窗，赐福予城内的人。三甲来祈祷，坚固阮的门窗，赐福予阮的天父。阮感谢你，主啊！你是阮的关台，你是阮的盾牌，你是阮坚固的石盘。主啊！世世代代，你是阮的避难所。我要来投靠伫你，我要来专心倚靠你。主啊，求你保护阮，免受一切的灾害。求你伸出大能的手，拯救阮脱离对敌的攻击。求你予阮通美丽你的十股的，通得到对你来的平安。主啊，你的名是阮所要高举的，我要一世人来学讨你无煞。耶路撒冷啊，着称赞上主；锡安啊，着颂赞你的上帝，因为伊坚固你城门的门窗，赐福予城内的人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